粵語相聲係老百姓喜聞樂見嘅曲藝形式，佢通俗易懂、靈活多變，時常令人捧腹開懷、拍案叫絕。你原來得30幾厘米高啫嘛！曲藝啊，係文藝尖兵，相聲係曲藝嘅尖兵。我哋相聲團可以同世界盃拗手瓜，我哋又可以同香港小姐決賽嗰晚拗手瓜。觀眾嘅掌聲係黃俊英永葆藝術青春嘅動力，絕不封後係佢回歸觀眾嘅不變承諾。所以我黃俊英好多場面我都話我演到我喺舞台上最後一刻，我都要演相聲小品，好感人。呢啲故事我永世都難忘。一生痴愛是舞台，笑壇風雲70載。嶺南笑將英俊王繼續為你講述羊城笑聲嘅故事。1958年，黃俊英喺第一屆全國曲藝匯演當中，同相聲結下咗不解之緣，並且從此展開咗佢將北方相聲移植入粵嘅開拓之路。到咗60年代，經過拓荒者們嘅努力，粵語相聲演出已經十分火爆。直到後嚟80年代受港台文化嘅衝擊，黃俊英同楊達先至真正揚起咗一面粵語相聲嘅大旗。60年代都個粵語相聲大會啊嘛，一朝早賣晒成2000位嘅票，一樣賣晒嘅，3層樓都坐滿人。嗰時相聲大會啊，點解咁又佢連樂隊都個掌板師傅何志迥、打揚琴個馬如龍、唱評後個莫少英、呂錦蘭呢啲都講埋相聲。咁都湊成一個相聲大會，好受歡迎。後來即係嗰啲流行歌入咗嚟我哋內地之後咧，就個個都中意聽嗰啲港台歌嚇，所以我哋曲藝團都馬上咧將啲曲藝嘅歌都全部變成 band 隊啊，紅玫瑰啊、紅珊瑚啊，咁我哋相聲曲藝冇得演出啊。前路茫茫喺呢個時候，我就萌生一個意念，就話將相聲去插入去歌隊度。結果喺東方賓館嗰個翠園宮度插咗個相聲落去，啲青年觀眾好受歡迎，反響好熱烈。之後咧就蔡芬同我寫啲諧曲，咁又好受歡迎。咁就上到青年演員嗰啲亭頭，咁先萌生起我哋成立一個廣州相聲藝術團。嗰時得我楊達、林雲雄、崔良少4個人。咁後來呢就諗起何寶文嗰個荔灣區個業餘相聲隊，因為佢哋何寶文、周志雄、郭鳳海、楊澤湖4個勉強成立嗰個廣州相聲藝術團。一成立咗之後，通過演出，真係受歡迎到了不得。1983年，廣州相聲藝術團順勢而生，黃俊英擔任團長，肩負住帶領相聲團開拓演出市場、發展粵語相聲嘅責任。同時，佢同楊達牽頭成立咗全國第一個相聲學會，吸納粵港澳3地同好，開展相聲研討、交流聯誼等活動。好快，粵語相聲嘅魅力傳遍南粵大地。我哋相聲團有幾個經典就係可以同世界盃拗手瓜。世界盃嗰晚直播，我哋唔使睇佢面後，我哋照演一樣係滿座。我哋喺中山石岐喺中山紀念堂演出，係撞啱世界盃嗰晚決賽。我哋一出到去，同觀眾講：而家巴西對邊個係2-1領先住一球，大家都未睇，都唔睇足球嘅。你睇我哋好多謝大家，而家係巴西贏咗一粒波，下邊拉掌，即係咁知道觀眾嘅心切。
而且又報答咗觀眾咁熱情嚟捧我哋場，我哋又可以同香港小姐決賽嗰晚拗手瓜，你有你決賽，我有我講相聲，一樣係爆晒棚。創造咗好多奇蹟。係啊，係咁樣嘅。數十年嘅實踐證明，黃俊英已經成為咗票房保證嘅代名詞。同時，黃俊英帶領嘅粵語相聲藝術團作為文藝輕騎兵，時常深入群眾，送戲下基層，為廣大勞動人民送上歡樂。喺嗰個流鐵礦啊，萬幾礦工，一個咁大嘅場，又喺下邊礦井2000幾米礦井對住4個礦工演出，有試過。我哋相聲團可以去到殯儀館去為民演出，嗰啲職工佢話：你相聲藝術團真係好真心真意，將歡笑帶俾我哋，所以我哋成個靈堂變成咗歡笑嘅地方。咁後來咧激發咗楊達寫咗個相聲叫做《生死戀》，我哋係將相聲送到去法院嘅嗰個庭審嘅地方，將整個法庭變成個歡聲笑語嘅地方。仲有個嗰啲擺渡工人，日曬雨淋，我哋送到去佢嗰度碼頭。啊，後尾佢點樣回報我哋啊？佢俾一封證明我哋優先過渡。我哋將相聲去到少年管教所，啟發佢哋，幫教佢哋，使到佢哋重新做人。又送到去監獄，廣州監獄、東莞監獄、陽江監獄、高明監獄，我哋都去到嗰度同佢講我嘅藝術人生，早啲翻出嚟同親人見面，服務翻呢個社會，佢哋好受感動啊！真係親身經歷啊嘛，做呢啲咁樣嘅幫教工作，所以咪起到呢啲咁樣嘅喺社會上一啲影響。廣州相聲藝術團人雖少，但係力量大。呢一支名副其實嘅文藝輕騎兵，全團上下都只得15個人，台前幕後創作生產，統統一腳踢。單口相聲、對口相聲、群口相聲、喜劇小品等表演形式，往往以一當十，俘虜萬千觀眾，風靡整個嶺南。嗰啲道具一卸落嚟，我哋馬上開箱攞啲繩，我同楊達就擒上棚頂。張台已經吊繩吊網個冚唪唥自己嚟㗎，燈啊咁樣。我哋仲搞個單車隊，10架單車。12個演員，個女嘅唔使佢踩，男嘅全部。凡係講廣州話嘅地方，我哋都有次喺四會一個農村，又係演2場，頭場係7點鐘開場，第2場係9點半開場。演到第2個節目冇電，停咗電，幾安靜嘅坐度等啊，等到電有翻，嗰場都未散場。第2場啲觀眾喺老遠都揸住啲火把。一條火龍咁樣嚟，等到12點入嚟，演到3點鐘散場，咩概念？你話呢啲咁嘅場面，你話我中唔中意粵語相聲小品？好感動，好受教育，真係。所以我黃俊英好多場面我都話我演到我喺舞台上最後一刻，好感動。呢啲故事我永世都難忘。我哋相聲團喺初初成立嘅時候有啲咁樣嘅經歷，做過啲咁樣嘅好事，所以我今生無。粵語相聲大受歡迎，除咗一場又一場嘅演出之外，仲通過電視、卡帶、CD 等載體走進千家萬戶，同時亦都掀起咗一波粵語相聲嘅學習熱潮。澳門有個澳門楊達，澳門黃俊英，佢有錄音機，農村文化室個廣播都錄咗落嚟，逐句譯翻，攞到個劇本。所以我同楊達喺廣州演乜嘢相聲，澳門佢就演咩相聲。到有光碟出嘅時候，各個地方電台、電視台都接到好多點播嘅節目，我要點
肥仔咪，我要點廣州話劇嘅相聲。到我哋本身演員去到嗰度演出，啊！佢哋真係嚟啦咁，細路仔話要睇，一個細路仔起碼兩個大人老豆老母嚟拖住嚟，咁你咪嗰啲票房飆升啦，係通過呢啲咁嘅媒體，通過光碟、卡帶、電台、電視台咁樣傳播，所以咁先至粵語相聲先咁興旺。粵語相聲深受粵港澳地區老百姓嘅喜愛，同時亦曾漂洋過海到新加坡、美國、加拿大等地為華人華僑送上歡樂。熟悉嘅鄉音寄託住濃濃嘅鄉情，粵語文化嘅深度挖掘同巧妙運用，令相聲更能被粵語觀眾所接受。我哋廣州話咧係確係即係好多好有趣，譬如我寫嗰個廣州話趣就係啦嘛，係嘛？高棟棟啊，矮啲得啊，肥騰騰啊，瘦蜢蜢啊，黃冚冚啊，青啤啤啊，黑掹掹啊，白雪雪啊咁樣呢啲，佢白雪雪嗰啲有分嘅，啲白雪雪就煲嚟嘅，白賴晒係扁嚟嘅，佢係咁鬼死得意嘅，話啲歇後語都好豐富噶嘛，係嘛？市橋蠟燭假細心啊，呢啲咁嘅話好多，好含蓄，好幽默，好風趣嘅。好有文化底蘊嘅，係咁嘅。喺粵語相聲開拓實踐嘅路上，黃俊英同拍檔們並肩同行。其中要數黃俊英同楊達呢一對夢幻組合最為人津津樂道。二人喺台上看似閒聊嘅自然兜搭，相映成趣，火花不斷，成就咗無數經典，係幾代廣東人嘅集體記憶。夢幻組合呢個係觀眾風嘅，因為我自從第一屆曲藝匯演翻嚟之後，我就同阿楊達拍檔啦嘛，大家都有咁嘅心去為粵語相聲嘅推廣發展傳承做出貢獻，即係佢又改革派，我又係改革派。仲有個笑話，我哋兩個拍檔，我見楊達嘅機會仲多過見老婆嘅機會。你哋性格係咪唔一樣嘅咧？性格唔一樣。佢係好慢節奏一個，一筒36張嘅彩色菲林啊！佢一筒菲林可以影成年啊！我急性子啊！咁我同阿楊達呢個拍檔咧，我就最欣賞阿楊達咧，佢就對相聲嗰種節奏係掌握得非常之好。快嘅你講慢咗佢唔笑，你慢嘅講快咗一樣係冇效果。譬如佢借電話，我同佢講相聲係好舒服㗎。到今時今日，我都好懷念，好掛住嘅。各位朋友，恐怕大家對我已經陌生咗。我自我介紹一下，多謝。唔使介紹啦，個個知你係楊達。我啊叫楊達，係啊，過去係一個相聲演員。我啊轉咗行啦，我電話局嘅，我叫名叫做菊花園。咩彼此，梗係彼此㗎，差得遠啊！嗰啲差得遠啊！聽我講聲，大家得笑嘅；聽我唱歌有得欣賞嘅，我笑可以消除疲勞。人聽歌可以陶冶性情啊！哦，你問我嘢，我答你嘅嘢完全唔拉更嘅。係，咁答啱咧？錯啦！經過黃俊英等粵語相聲拓荒者們嘅不懈努力，讓相聲呢一原屬於北方曲藝嘅品種打上咗粵語嘅文化烙印，扎根嶺南，開花結果。下一期我哋將繼續走進黃俊英豐富多彩嘅藝術人生，感受佢喺曲藝舞台上嘅百變魅力。越老越可愛。
常開。